穿越。王大川嘛，你还以为你原野三重唱？你给我好好唱。是三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已开，把那的你要给。你要吃，我要吃好久久的杏花村。有完没完？支气管炎了，哎，唱高音会哑。原来是唱不上去啊！是。来，今天又到了说笑话时间。是。先给你脑筋急转弯一下。先考我。对，一个成年人，一个大人呢，在公共场所里小便，居然没有得到大家的非议，大家都认同，没关系。这因为他衣服很长嘛，盖住没有人看到啊，遮住了是吧？对呀。错啊，哪那么简单的还叫急转弯吗？那他有穿成年纸尿裤啊，不得已是吧？错啊，这不错啊。那这个再想想，你看这才打2个就打不是，躲在角落里面啊。啊，躲起来啊！因为他是光明正大的，光明正大，就像小便居然都没有得到非议，你看这个我就不知道，不行了吧？你看我就说你脑筋不是好到哪去了。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成人呢，他在游泳池里面小便，大家都没感觉。继续，刚好游在他后面，这就叫急转弯，对吧？厉害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我也来考考你，你考考，有，拜托不要太难了。不，搞个观众朋友都知道，我也可以帮他忙，是。是什么题目？快出！如果先生呢，他得到糖尿病的话，那么太太呢，最容易得到什么病？哎呦，先生得了糖尿病，这还不容易嘛？这糖尿病是富贵病，要调养。是。这太太要常常照顾，这个一定会身体相当的疲劳，因此呢，这个肝一定不好，得肝病是吧？错。太太常常照顾他，然后就自己工作就丢了，失业啊？错，失业这个病，这哪是病啊？这个先生脾气就不好，太太呢就常常被他骂，就得到忧郁症啊。错，骂心不丢啊，他的脸又伤，然后又没丢。我跟你讲，先生得了糖尿病，太太到底答案是什么？太太会得什么？太太最容易得到蛀牙嘛。是这头脑是想的什么东西？大家跳舞的跳舞了，跳舞的谁先跳舞？哇，他们2个急转弯哪里够长啊？不够啊！无三不成，你再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有一个小姐征婚就来登报纸，一直找不到伴侣，也蛮简单的了。是。征婚的人是讲本人条件：1，不能遗弃我；1，不能打我。不能打我。2，不能遗弃我。3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像狼虎般的满足我。只有这3个条件，适合者请与这里联络这里邮政信箱和电话几号。是。本人地址是多少？这样。哎呦，那应该很简单。这个就这3个条件。是。第2天早上就有人按门铃了。叮咚，小姐，看没有？我这边垂下面2个，小姐，我是来应征的。一看这个人四肢不健全的，你要来应征啊？你难道没看清楚我3个条件吗？你这个好像天生。他说对呀，你第1条这个我就已经符合条件了。你看我天生就没手我怎么可能打你？是。那第2条你看了吗？他有啊，我天生又没腿。我怎么可能跑掉？我也不会遗弃你啊。这2个我都做到了。是。先生，那第3个不是就更难了？小姐。你以为刚才我又哪里按门铃吗？这个歌要选什么歌来唱？他刚刚那个你第3个笑话，他说要这个出嫁嘛，想要嫁人嘛，对呀。那您看，这个待嫁女儿心。您这脑筋还不错呢，越来越灵光，还终于给您选对了一首歌，就这个轻松的歌，待嫁女儿心。
对呀配成对，喜得成双，人儿也配成对。